好 Michelle， 咁就歡迎你啦，咁就多謝你接受呢次嘅訪問啦。咁我都知道你喺航空業界咧，其實都係做咗超過30年嘅。咁可唔可以講下你喺一個航空業界，你嗰個公司做啲乜嘢嘅範圍啦，同埋有啲乜嘢嘅通常日常嘅職責係啲乜嘢嚟咧？我主要係機艙服務啦嚇。咁其實我個管理嘅部門咧就係空中服務員，同埋喺 in-flight services 嘅。咁喺呢個範疇裏邊咧，除咗日常嘅 daily operation 之外咧，我又要管理人啦、recruitment 啦、training 啦、performance and development 啦、line operation 啦，最緊要就係 safety 同 quality assurance。咁都係喺我個範疇裏邊。咁你牽涉到其實個範疇頭先都講係關於係安全啦，幫助係培訓一啲機組嘅人員啦，甚至乎去要遵守一個航空嘅規則，因為安全係首要嘅嗰個嘅安全嘅因素咁樣啦。咁我就想問你喺芸咁多個行業之中，因乜嘢事令到你係有興趣或者鼓勵你去入一個航空業界咁耐咧？如果係話，係咁嘅。其實香港係一個好細嘅地方，但係香港機場咧係連續14年，由2010年開始咧，都係全球最繁忙嘅貨運中心。咁所以我覺得我哋喺航空界嘅一份子咧，我覺得好 energetic，係永遠都會有新嘅嘢參與同埋學習。呢個令到我日日都好處喺一個好開心個狀態裏邊。我覺得都好欣賞你，因為你係能夠將呢份工作當為一個使命感啦，能夠係頭先你提到話喺14年嚟我哋嗰個貨機上面啦，能夠可以處理貨運係引以為傲啦，排第一，全球第一啦。咁呢個都係非常之令到你有一個使命感咁樣嘅。咁我想問咧，你可唔可以分享下你日常工作上面遇到有啲乜嘢困難同埋挑戰啊？我想問你。有嘅，我都有兩樣嘢想分享。其實喺疫情嘅期間咧，對航空業咧，無論喺機艙喺貨運裏邊咧，都面臨一個好大嘅打擊。當時每日返工咧，我哋嗰個同事無論喺邊個崗位咧，都要着件盔甲咁樣上戰場，因為係每日都有新嘅疫情嘅檢疫嘅程序啊，要遵守啊。但係我發現一樣嘢係最艱難嘅時間咧，我哋往往係最打醒精神同埋最齊心嘅。咁亦都多謝特區政府咧，係同航空界做咗好多嘅幫忙，大家都可以終於捱過咗啦。第二樣嘢我想分享咧，就係話恆常性嘅挑戰咧，亦都唔容易嘅。我嘅恆常性挑戰就係話每日嘅起飛喺個機艙都係安全嘅。喺個品質控裏邊咧，都係持續高水平嘅。因為而家每一個機構唔係淨係航空業啊，都面對一樣嘢就係話咩嘢優先咧？生產力優先，成本嘅控制優先，忘記咗個初心嘅。咁但係呢個唔係個機構本身嘅問題，我想分享就係話，其實一個意外咧，可以令到成間公司倒閉。所以我哋應該喺個安全指標個品質控制裏邊咧，每時每刻都應該係做得最好。呢個 consistency 咧唔容易嘅，因為人好易鬆懈嘅。所以我喺企業文化裏邊咧，我可以喺30幾年裏邊咧，我覺得最緊要就係安全指標一次意外都冇。咁所以呢個係日日嘅挑戰。其實都係非常之欣賞嗰個我哋背後上面工作人員專業嘅團隊，令到我啲乘客可以由出發地啦去到目的地咁安心，交俾我哋嘅航空公司機組人員能夠可以完成一個愉快嘅旅程。其實好多時啲人都係覺得好開心，但係其實可能忘記咗被遺忘咗一班咁專業嘅團隊咁樣啦，會係。咁我想問下啦，咁頭先我哋航空業界啦，其實你經歷咗其實都成30幾年，究竟有冇一啲創新嘅科技，其實會令到呢個航空業界有一個革命性嘅改革咧？如果係啊，有㗎嗱 AI 啦，有大數據啦，我哋有好多而家嘅輔助啦。咁我今日想分享咧，
唔好意思，我反而唔係好想同其他被受訪者都講同一樣科技啊、AI 啊、大數據啊、機械人啊、無人駕駛。我反而想講係話喺物流業裏邊咧，人係好緊要。無論幾多個科技咧，係啊，因為物流業係一扣接一扣咧，都係好多人力資源嘅參與。呢個參與咧，包括籌劃、解決問題、改良、對客戶服務嘅關注度，同所有 stakeholder 可以點樣可以根據佢哋嘅意見可以改良。我想喺度強調少少，科技點樣好？如果我哋請錯人，我哋冇投資嘅培訓，令到人唔專業咧，我都係去返安全咪出問題咯。咁所以我知道係好重要嘅，與時並進好緊要嘅。所有嘢 technology， 我哋公司所有航空界咧都係做得更好，可以減排放即係綠色運輸啊！我絕對贊成。咁邊個去推行咧？係由人去推行啊嘛。咁所以專業同唔專業咧，嗱最近你會睇過全城有單新聞，如果個 distribution 出咗問題咧，係所有訂貨嘅人喺收貨店出問題咧，係影響一個城市，因為其實而家網上購物已經係生活一部分啦，係咪？啱啊！其實你都講得好好，就係話其實我好欣賞你，就係話我哋物流公司其實好多公司企業應該以人為本，好多時人就係一個資產上面點樣能夠推動嗰個嘅文化啦、創新上面同埋一啲不可能執行嘅任務都會係由人去執行啦。咁頭先你講到人咁重要啦，其實你可唔可以分享下究竟物流工作上面頭先講一個成條供應鏈係環環相扣，究竟嗰個幕後嗰個物流上邊究竟有啲乜嘢嘅冷知識令人覺得係應該要知道咧？覺得係我有一個故事嗱，個個都知道飛機咧個飛機艙咧可以裝貨啦。喺疫情嘅期間咧，機艙裝客個量係達唔到1%嘅。但係當時喺個醫療物資嘅需求係好大嘅，所以喺好短時間用人嘅智慧喺個機艙都要擺醫療嘅貨物，喺最快嘅時間可以令到社會嘅提供嘅醫療可以係冇斷過供應鏈嘅。我覺得呢個係個唔係賺錢，呢個係對社會嘅責任，呢個係難忘嘅。咁所以我就話第一條問題，你問我嗰陣時就係話，當遇到挑戰嗰陣時，究竟呢間公司嘅文化，我哋個 priority 係做緊乜嘢？個轉型咧，同埋係擺啲貨喺機艙裏邊咧，唔係隨便可以擺嘅，因為有安全嘅指標，同埋唔可以打爛嘅。有啲疫苗係要雪藏嘅，咁所以每一樣嘢咧都應該 chain 嘅 management 咧都要係專業。都明白。你頭先講到嗰個航空公司發揮咗一個叫人道主義嘅立場啦，點樣去將一啲嘅疫苗係能夠防止呢個嘅新冠狀嗰個病毒繼續爆發啦，或者減低個傳染性。頭先你都提到就係話我哋譬如疫苗啦，其實都譬如復必泰都要儲存喺-70度呢個咁高嘅技術，其實都係一個好難得咁樣啦。咁其實好多時啲人咧，公眾上面咧，其實唔係好理解係咩叫物流。咁其實你可唔可以講下究竟點解啲人對呢個物流工作上面有啲咩誤解咧？其實咧，物流有一樣嘢，係由一件貨品由 A 點運送去 B 點呢個諗法係好正常嘅，大部分人都會咁樣諗。如果我哋再深入去睇，將呢個物件送嗰陣時，我哋冇籌劃，我哋冇用適當嘅運輸工具，增加咗成本。咁客人究竟仲需唔需要呢個價錢去買呢樣嘢咧？所以其實無論陸運、海運、空運，所有樣嘢都有優點。客人係唔知嘅，總之我係需要呢樣嘢，但係我只可以付出呢個代價，係咪先？咁所以如果我哋喺超級市場，我哋好有 blessing， 香港係個好細嘅地方，點解可以永遠都有新鮮嘅時令嘅生果
有新鮮嘅海鮮咧，其實呢啲要新鮮咧，就一定係空運㗎啦，因為係時令。所以我覺得喺超級市場買到新鮮嘅嘢，其實背後個籌備啊，因為經過嘅係人在裏邊咧，同埋每一個transportation 嘅 touch point 咧，都經過一個好周密嘅 collaboration。如果有一個接駁點誤咗，延遲24小時，你海鮮會壞晒。咁呢個係一個超級市場啦，我用一個新鮮嘅舉例啦嚇。另外就係話 OK。其實而家網購係生活一個部分，我正話都講過。咁如果喺網購出問題，其實影響嘅大眾嚟嘅喎。其實而家喺網購買嘢咧，你會發覺，咦，比喺鋪頭買係平啲嘅喎，係咪啊？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對市民亦都係一個交代嚟嘅。即係你遲咗48小時，你俾佢去，可能佢已經去玩啦，佢攞唔到一樣嘢嘅咯喎，係咪？第三就係話高消費。其實我哋喺香港一個咁細嘅地方咧，我哋真係有啲需求咧係國際化嘅，比較貴啲嘅物品，係要空運嘅。因為如果佢俾得起一個high fashion 又好，一個好貴嘅奢侈品又好，佢訂到嚟到佢個門口嗰度，可能係講緊24小時。如果唔係空運，係冇可能達到嘅。但係佢呢個貨品本身係值錢，係個心頭好，佢一定係覺得安全、完整、快。你下個 season 先俾我已經冇意思啦，係咪啊？咁所以無論係邊個階層，由最 basic 去到最 high end 咧，都係離不開 logistics。啱啊，其實你都講得啱，就係話成個物流上面對我哋同時都係息息相關啦。我哋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其實同物流都係離不開。所以我哋物流其實都會比較落地啲一啲嘅課程啦。頭先你提到講話人係好重要啦，物流先可以成功啦。咁作為一個年青嘅一代啦，或者而家我哋嘅中學生或者大專生咁樣，究竟應該我哋點樣去準備自己去入一個物流呢個行業咧？你覺得係？我覺得準備要有個思維，因為其實咧，如果你準備一個行業咧，冇嗰個正確嘅思維咧，你一定會有失望。嗰個思維就包括物流係一個好有 system 系統化嘅嚇，唔可以怕個系統化，唔可以唔中意大數據，唔可以唔中意 technology。但係人嘅溝通能力要好，要精準。我唔係講長長嘅戲，講故事啊。但係如果你冇呢個思維咧，你係相對係辛苦。第二就係話 ，OK， 你思維準備咗啦。第二就係要讀課程啦。我好多謝即係你哋學院啦，有一個好專業嘅課程，因為知識係好緊要嘅。咁你有呢個課程，畢咗業之後就要落場咯，要爭取工作經驗咯。嗱，你有工作經驗，你先可以知道自己你發揮出嚟遇到咩問題、咩挑戰，呢個係最寶貴嘅。第三，你有經驗啦，你要不斷去進修。嗱，好似今日嘅 interview， 其實係為咗啲學生，無論喺邊個時間、邊個地點、邊個心情，佢都可以得到呢個分享。其實係離開咗個 classroom 嘅咧，呢個已經唔係一個 training 嘅啦，呢個係一個 learning。我覺得呢個係我哋大家喺個行業裏邊都應該係要付出，去可以幫到啲未來我哋嘅professional 專業人士。最後有興趣、有實踐、有好多 learning tools， 但係最後都要再更專業，要認證。因為其實咧，我哋好想幫一個行業做得好啲咧，我哋都係追求專業。唔係空談嘅，即係話你背唔到出嚟嘅。我希望可以今日大家我哋嘅交流可以幫到啲學生發生興趣先啦。我覺得課程係好緊要嘅，你冇開始，所有嘢都係睇人哋成功嘅啫。明啊，頭先你都講得好重要，就係話物流係與時並進啦。我哋希望我哋能夠學生能夠透過自己學識啦，再加上一啲嘅技能，
再加上一啲嘅實習，攞到一啲實際經驗。頭先你講到物流其實係與時並進啦，你可唔可以講下分享下而家我哋物流上邊點樣達到一個可持續發展？有啲人就講綠色運輸啊、智慧城市，究竟有啲乜嘢喺航空業界係可以做到可持續發展呢？其實係源頭減廢。唔好將個去到最後一樣嘢先將個廢物，即係好簡單。用咗好多膠樽，你係處理緊個廢物，但係你應該點諗下，我哋呢個行業點樣可以用少啲啊？源頭減廢。我覺得好多受訪者比我更專業，容許我分享一樣嘢。如果我哋做得專業咧、環保咧，唔係一個口號咧，好多人有個誤解嘅，覺得logistics 咧對個社會咧係喺個 sustainability 係冇乜影響嘅。好多人都覺得佢運一啲嘢啫嘛，點解會有咧？其實你要諗下，每一個包裝、每一個運輸係有好多碳排放嘅嚇。咁所以我哋好希望我哋嘅公司，大家每一個行業裏邊嘅機構嘅文化都要投入個資源去 education。我個人好相信教育，有咗教育又不斷咁嘅宣傳，同埋唔係閉門造車，我哋要 involve 所有 stakeholder， 因為所有 stakeholder 包括我 customer， 包括我哋嘅供應商，包括我哋自己嘅員工，佢哋喺前線，佢哋製造嘅物件，佢帶領呢啲所有嘅嘢嗰陣時，佢個 pain point 喺邊度？佢有咩 idea 可以將呢個世界更綠化、減碳排放？我覺得呢個係要尊重我哋呢個成個行業，因為如果我哋唔鼓勵嘅話俾你聽，呢個唔重要嘅，就變咗兩樣嘢重要，就係話生產力減低成本。呢樣嘢就係好似我哋嘅 DNA 一樣嘢。如果呢個世界冇咗個綠色，冇咗個健康嘅話，其實咩行業都會係失敗嘅。明白嘅。咁頭先你都講到綠色運輸啦，同埋可持續發展嘅關係非常之重要啦。咁我就想Michelle 你最後一樣嘢啦。咁如果我哋喺發展個物流發展課程方面啦，作為一個過來人嘅經驗，你有冇一啲勉勵嘅説話同我哋嘅年青人講下咧？如果係話，好，容許我講一句説話：心動不如行動。我鼓勵大家年青人，如果中意個行業嘅，要行動。要進修，要剔呢個課程，行動，報讀課程。好，咁就今日啦，咁就好多謝阿 Michelle 啦，咁就講下關於一個嘅物流啦，喺佢行業界咁就係做咗30年啦，經歷咗我哋由啟德嗰個國際機場啦，去到赤鱲角機場呢個咁重要嘅歷史嗰個嘅任務啦，亦分享我哋去喺嗰個近代嗰陣時，我哋做一個航空嗰個公司上面點樣去培訓專業嘅人員啦，確保嗰個安全咧係一個重要嘅使命。咁大家當去乘搭飛機嗰陣時，不妨要我哋都感激一班我哋嘅航空嘅專業團隊啦，能夠帶俾一個愉快嘅旅程。多謝大家，多謝大家。